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台语台报道歌丁》。离开出世的所在，离开熟悉的土地，因坐着大船对日本来到青云的台湾。土开仔真好困呢，因是安尼称呼这个岛屿，已经习惯二月的歌手的到，看到满山遍野的青翠伫路林，因点点咧思想，听过伤侪有关这个土地的故事，大概是天气破冰顶顶。歹的代志较侪，过政府会补助，但是为着更较好的生活，绝对袂当回头。行到这片。有一句话伫咧讲，一斤青毋值得四两砍。这个意思吼是讲吼，毋管你的穿插搁较好，也不如吼一个简单会当平安徛起的所在。伫1898年开始呢，日本人都开始陆陆续续有人移居到咱台湾这片新的土地。虽然讲迄个时阵啊，对因来讲，台湾是一个真轻松的一个地界，但是吼，因真毋惊挑战吼，就来到一个未知的环境。因为这个人吼，心内有一个愿望，希望讲会当伫这片土地有一个安居的所在。后来呢，佮加上日本政府的鼓励吼，日本人就开始大量来移民到咱台湾。虽然讲这个环境吼，无亲像日本共款啊，但是吼，因对台湾的认同哦，也是非常的深。50年后呢，因为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吼被遣返返去日本。一寡伫咱台湾出世长大的日本人呢，被迫离开。伊就是讲吼这永远就是无法度返来这个所在，所以讲这就是原生的故事。这个人呢，伫咱台湾半世纪的生活，留下了移民川，啊，佮有留下真侪日本生活的惯习习惯，啊，佮有留下日本生活的这个文化影响，嘛带走了真侪咱台湾的情感。所以咱今仔日呢，要来谈关于着咱台湾400年历史中间，展现了无同款文化、民族互相影响的台湾移民川。啊嘛，真欢迎曾经为着要追寻这段历史出钱又搁出力，甚至拍了咱头拄仔看到的迄支真感动人心的音乐录影带的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史研究所的所长张素斌老师来到咱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啊，听讲你为着要做这个日本在台的移民川的研究来回哦，飞去日本，啊，搁伫咱台湾安尼，甚至讲吼，将因遮的日本在台移民川的遮个人，搁带转来咱台湾来找因的居厝吼。因迄个时阵是伫台湾出生，出世的叫做原生。是。因日本人来的时阵，拢有娶某，有的生囝。是。所以讲一部分因爸母是伫日本出世的。是。来到台湾过几年生一个、两个、三个，伫台湾出世，迄叫做原生。所以一个家庭内底，有的是原生，有的毋是。如果伊心理上讲搭老尾，伫台湾住久，因有迄个认同。是嘿。一开始我是先听到阮爸爸有一届含伊的朋友讲，哇，我也无像遐日本移民咧。是。阮兜伫中部我想讲，日本移民村敢是伫东部？咱遮敢有？阮爸爸讲有啊，落水溪底遐一撮足侪移民村呢。是。我当想讲，这题目是安怎？我伫册内底看到真少的资料。咱遮的中部移民村佫是啥物？所以我就开始来调查、来访问、来收集资料。是。来到现地的时阵，因在地农民也有佫含日本移民咧联络。即摆来讲，台湾规个台湾至少有23个日本移民村。23个。至少我讲农业的哦。上较早是东部。毋过咧，移民村上侪是伫落水溪。是。这个
落水溪底。嗯，啊，只讲高雄这边的吼，就迄阵叫做下淡水溪，就即摆系高平溪。是。伊即大只的移民村的特色是，拢咧种薰仔为主。哦，是。吼，啊，过来咱有看其他的色，伊这是毛私人经营的移民村。嗯。啊，搁有东部原来有自由的移民村。啊，红色的拢是官方来经营的。哦，有这个差别。是，连到台北新竹啊，吼，这个部分敢若无这个专门的移民村。台北这个所在毋是甲日本较近吗？啊，因想到拢无住伫台北这个部分，咱拢伫中南部甲东部咧。伊这移民村吼，毋是细细的砖头。伊日本移民的厝以外，每一户移民，互伊3甲半至5甲的土地。是。所以吼，伊一个村吼是几百甲。你台北啊，其他的所在根本就无这个所在。是。咱这移民村毋是做一届拢建设起来。这像落水溪啦，还是讲高雄州吼，伫这个咱讲即卖的高平溪这个所在，迄拢是1920年，规个河川的整治了，啊，迄个铺覆地啊过来利用的。所以一开始吼，咱西部的所在，咱汉人都拢占足侪土地，所以因无法度取到较尼宽的土地来建设移民村。是安尼。咱这早期移民村的这居民吼、住民吼，差不多其实拢7、80年，即摆即个拢算讲咱的阿公阿嬷，甚至讲会当讲阿祖啦吼。啊，因的故事我拢是真感动。1945年战后，有的日本人要创伫山里，还是讲要灭伫台湾。事实上，迄时阵吼是规定足严的。是。就是因分配爱迁上转去。是。所以一个拢袂用留。是哦。是。哦。因当初伊嘛去总统府这个所在去建建单机。是。啊，表达讲因想要留到台湾，因想要做要做中华民国的国民。迄种当时一开始是答应。是。不过老尾因为美国的关系，美国规定讲所有和日本军有关系拢总爱迁上转去。所以到落尾因的愿望无达成，嘛是接到讲爱迁上转去的通知书，所以讲一个都拢无法度留落来。因这个移民村吼，咱和咱台湾农村，因外表吼上界无共款的，就是咱的农村吼，要入去咱庄头，拢弯弯。是。啊，无小心你就找无路。不过因移民村呢，拢一块一块细细角角，迄路吼沟仔拢细细正。所以讲，我迄阵咧找的时阵，嘛毋知移民村伫倒，人甲我讲，哇，你搁爱向北边啊，还是三峡一撮，就四个找。不过来到遐，就感觉讲，这和咱的台湾的庄头无共款，这是移民村。咱台湾的土地第一届吼出现细细角角、正的庄头。所以讲，咱看台湾的地图开始有出现细细角角吼，这个农村。第一个就是日本移民村。我安尼建筑咧，迄个厝遐跟我较无共款吗？咱即摆就足侪大的日本厝是已经留落来。是啊。嘿，毋过日本人迄个移民的移民厝吼，毋是像迄公务人员，咱即摆看迄款日本宿舍，遐尼少多。是。伊是哪像咱平民的厝。我迄阵调查的时阵，原来有一寡长辈，原来陪我同齐去。是。伊讲哇，这个日本人大。也无比咱较好啊，甚至阮去红苑遐，遐以前的旧地名叫做沙山，啊问啊，伊讲移民村，伊就讲台湾人讲哦，日本的去食了，迄房啊啥嘛是薄啊，啊一间内底差不多15平左右尔，啊外口这个用种一寡果子啦，啊种一寡蔬菜，啊因的产的是这样看，是至少3甲半到4甲。啊，因移来台湾的时阵吼，第一个就是毋是罗汉脚哦，咱清朝来足侪罗汉脚，因来规定是爱有家庭。对。伊有家庭吼，你得久长留伫遮。了解。过来吼，一开始的时阵，你就看这个讲哦，你有补助啥？补你车费，补助你土地，补助厝啊。毋过有一个条件是。你爱知，你一去你是永久要待伫台湾哦。你后摆待嘛要待在台湾，你得做台湾人，毋是讲看好就留咧，啊，要无好我等去日本。所以因去申请的时阵，就爱体认讲，伊要长久留伫台湾。是。
因嘛是讲建立一个模范村，互台湾人做一个示范，讲这是一个较理想的农业经营的方式。是。毋过事实上，因日本的移民村和台湾的农村实在离有一地。哦。两边的是无带做伙，所以因家己有家己的世界，家己的农村。毋过因土地足宽，所以需要咱台湾人来因斗做事。是。吼，所以因在路边是请足侪台湾人来因做店啊。迄个时阵吼，政府日本政府啦，伊是安怎这么积极吼，要将这人来移到咱台湾，而且动机是伫什么所在？目的是啥物？伊的目的有几个。第一个吼，我是讲爱加强因日本人伫台湾的统治，爱增加因日本人的人口。第二个是在日本吼，行一步棋，伊已经想到7、8步棋啊。是安怎讲？伊处着台湾，伊要搁继续向南发展，对。所以讲，伊爱互日本人先适应吼，这个较热带的气候。所以讲，伊是为着后摆南进要继续准备。第三是。日本是一个人口较济，毋过国土较矮的所在，所以伊嘛，日本足早就定这个国家的政策，就是讲因爱为人口慢慢来移去外国，是巴西啦、夏威夷啦，毋过即摆有家己殖民地，上好当然是移来台湾。咱的想法就是讲要来统治台湾啊，所以讲咱就应该挑选一寡管理该站的人啊，好比讲有权有势的人啊，来甲遮讲话较大声，敢若要农民来袂少。我讲除了因迄申请表，除了讲你是毋是已经结婚啊？你有这决心要永远住伫台湾无？伊爱个身体检查。哦，是哦。嘿，你袂用有迄传染病，也是互拢讨厌迄款病，嘛袂用讲有跋筊啦、啉烧酒即款歹习惯。搁因当地，譬如咱讲里长伯啊，还是因在地来保证讲伊无即款问题。是。毋过咧，是在日本人来到台湾时，一开始嘛是足郁卒的。是安怎讲？因为。清查啦，清查当然是安尼，毋过食的物件啦、环境啦，搁会上厝加减是会。上厝的时阵郁卒，就安怎，就爱啉酒。是。所以一开始移民村内底，迄啉酒的这个问题足严重的。其实要移民台湾嘛，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吼。因来到台湾原来足侪人是破病死。是。咱以前拢是讲马拉利亚，还是讲 cholera， 就是疟疾啦、霍乱。实在因足侪人嘛是过劳死。是。做了伤拍拼去。因为伊毋知影讲，咱这日头等你灭着，中昼你着爱困到3、4点，再去产呢。因困者。点外2点就继续做，有点暗时东部哇，暗时迄山猪就来啊，暗时可以赶山猪，所以讲日来做啊，暝嘛爱做，暗嘛爱做，所以足侪人拢过劳。嘿，毋是讲咱想的，就是讲拢有传染病，原来有，毋过嘛足侪人是伤过疲劳，是吼，身体袂堪哩。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疼入心。水仙果、冈山楼，这曾经伫台湾历史真青雅的酒楼。你敢知影讲，伫咧迄个时阵，因有偌尔老练？包厢就是安尼，隔一间一间，用帮仔架起来，内底有小食、坐台、杯酒安尼。高阿丁来笑光，你敢会记得讲，你是当时开始去公园看电动花灯？伫迄个3月19，阮北港咧廖境的时阵，伊先起来廖境。曾经有一阵伫咧台湾出世的人，就是讲家己是台湾人，伫咧战后煞互人叫做是日本人。80年来，伊心中所思念的拢是台湾。伊就为迄土画咧，就一面画一面哭，要早登去日本。就问伊讲，你伫台湾拢总住偌久？伊讲9年。台湾400年的历史中间，曾经有发生过几落摆的大瘟疫，影响了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甲文化发展。你敢知影迄个时阵有偌尔严重呢？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阿丁》。一开始我是先找到迄个移民村的部落，大遐的士大人问，
啊，因就会报讲啊，你去找某某人，伊以前在日本人做电啊，是，伊住迄口罩，伊迄个间厝，就是以前日本人住的。嗯，吼，啊，我就去找着吼，即个以前在移民做电啊的即个农民，啊，伊就讲，啊，你才要问遐尼详细吼，啊，无你要直接和日本人联络无？是，我讲好啊，伊就互我主旨，嗯，所以我就开始吼，一开始我是先写批，啊，我是讲伊嘛毋捌我，啊，搁遐尼久啊，结果咧，因不知吼，我问一两三是我那七八，伊甲你回答几多张？对，伊就哇，一张、两张、三张，哦，啊，写到八，伊就无啊，是，后一封批就讲搁继续，是吼，所以讲这就是伊回互你的批嘛，所以我就去联络的人愈来愈多，即个档案吼，啊，官方记录实骨。啊，因遮就那就人讲，你就感觉讲，哇，这个移民村足活的这个人啦，啊，这个生活啦，互我较有这个生命的感觉。人讲有血有肉，吼，啊，慢慢啊，我就愈来愈了解讲，日本移民村、日本移民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因是伫台湾这个所在已经是啊，会当算讲是落地生根啊嘛。但是呢，因为被逼搁离开台湾啊，去到等去到伊无熟悉日本啊，咱当然来讲，尤其是因的后代，吼，去到伊毋是伊生长的一个所在，啊，迄个情感哦，有影是真复杂。因大概吼是差不多1995年左右，啊，因的事业啊，拢稳定啊。因开始想讲怀念以前伫台湾的迄个故乡，有一届我就陪因去找因以前住的。毋过吼，因以前迄款日本的房仔厝，我讲伊毋是像官方的迄款宿舍，做哩遐尼好，所以讲几届台风有定拢歹去，啊，咱住的台湾人就变成台湾式的。是，所以去到遐找无哦，到底伊是住一间？啊，老尾问。等问到讲啊，原来是这间，看以前拢无共款啦。伊就感觉足伤心，因为你看无熟悉的人，看你无熟悉的厝，干那迄间一张槟榔，是，吼，伊爱伊讲啊，这就是当初迄张槟榔，伊就吼为迄土挖咧，吼，就一面挖一面哭，要炸转去日本。我迄阵。就问伊讲啊，你伫台湾拢总住偌久？伊讲9年。是。我想你干那住9年，伊是安怎会情甲遐尼深？我嘛是真无了解。啊，另外有一届是一个伊找着以前因爸替因爸爸做田的迄电啊。就开讲啊，讲因爸爸以前是安怎伊因斗阵的情形啊，等等。老尾咧，这个台湾这个农民。就叫这个日本人吼，他等者，伊一个重要物件要互伊，是，伊就入去吼，摕一沓物件，就互伊拍去看是日票，是几啊万块，是哦，伊讲当初恁爸爸要转去日本的是每一个人加人早1000块日票，是，伊剩的钱嘛早袂转去，就寄伫我遮，是，伊讲照一日吼，我转来你再还我就好啊，是。虽然恁老爸已经过身啊，毋过这是恁老爸，我嘛是爱还你。是。这伊讲毋免啦，毋免啦，伊讲袂使。我毋是转来讨钱的啦。伊讲我这个吼，我答应的代志，时间啊久，我就爱还你。伊就坚持讲，你一定爱收来。就两个就搁伫遐去流目屎，所以讲吼，所以这对我来讲，我嘛是安尼，感觉足矛盾的。咱敢是讲日本人和台湾人拢大家冲突的。是啊。咱看到他系安尼，有的人摸你口，有的对台湾的土啊，都安尼炸甲吼，要摕包包要炸日本去，到底伊心底是安怎？所以讲，因一个来的时阵的情形，含到战死了后，到即马，是啊，伊心底嘛有真大的转变。毋是讲一来就是和台湾人安尼咱讲水乳交流，安尼斗阵了真好。这就是一个过程啦。是。因这个移民村有家己的学校，有家己的移民指导所。日本囡仔去读的，因的农民去读的学校，和台湾囡仔大部分拢无共款。因的老师嘛较好。是。所以讲平庸市台湾人是袂用入去。是。
因咧讲，阮正行过，迄日本仔当结石头，叫阮紧走，也是讲伊讲迄个移民官就徛尾就把阮赶走。啊是有定到落尾，所以讲伊毋是想讲吼，咱想的讲哦，安尼咱即摆看到安尼，啊，敢若啥物时阵呢？遐囡仔，台湾囡仔含日本囡仔，热天去沟仔底耍水，是一面耍水就一面毋是相拍，就相骂。小美，日本人就骂台湾人讲，恁这抢国奴，清国奴。咱台湾人讲你四卡，你毋是日本人嘛，毋是台湾人。哦，四卡，对，所以大人吼是住无共款的所在，嘛无啥物接触。啊，毋过后来先啊慢慢啊，慢慢开始有一寡咱讲吼，安尼往来咧，是搭开始搭见识。啊，因日本人拢调去做兵，是，吼，成年人调去做兵，啊，因四甲地咧，所以个这土地主要是拢靠台湾去台湾种植。是，啊，一开始的人时阵，伊嘛毋知要安怎种土豆，还是种番薯，台湾人来教。啊，过来因是日本吼是用马，是，啊，咱台湾是用牛咧犁产，伊嘛袂晓安怎去驶牛车，所以这个部分是台湾人教伊的。毋过日本人对什物白汤海啦，吼，安怎种植啊，爱计一撮一撮，这能够做是遐尼顶真，咱台湾人嘛学一寡。所以慢慢到差不多1940年以后，日本查甫拢去镇定啊。是。啊，咱台湾的农民入去到移民传台斗做，啊有点厝呢安怎就到电顶吼，虫啊啦啥，到慢慢哦，咱讲人甲人之间迄个情感。对，到慢慢开始安尼慢慢啊有产生这款，咱讲啥物？生命共同体迄款感觉，咱是共同生活体啊，咱是一体的。你好我嘛好，啊你若无好我就无好。所以讲吼，咱毋管讲你是日本人也好，你是台湾省的原生也好，其实吼拢是认同这片土地，咱都是决心要将这块土地吼耕种了真好，啊咱大家共同伫遮生活了真美好安尼。所以其实我家己做这个日本移民的研究，我这个过程我嘛是共款安尼，充满足侪。咱复杂的迄款吼，想法。譬如我头拄讲，啊，是安怎伊伫日本吼住7、80年，啊，毋过较想到台湾。是。啊，伫台湾这个咧吼，倒来找伊以前的旧厝的时阵，会遐尼伤心。伊就甲我讲吼，伫我一生内底，我住伫台湾迄段时间，是我一生上界美好的岁月。是。我会记得我大概为学校转来的时阵，要到厝呢，啊，就看到芭乐啦、莲雾，吼，啊有各种水果，啊，迄阵呢，生活嘛拢足稳定啊。啊，毋过阮转去日本了后，阮就变到，阮无土地嘛，拢无厝，阮啥物拢毋是。啊，日本人感觉讲，恁遮毋捌看过富士山的人，敢算日本人，嘛看无起阮，所以阮伫遐咧做去盐，有诶去做盐，啊有诶去山里咧开矿。迄款吼日子是足辛苦诶。啊，我讲啊，恁当初诶厝，阮当初就是决定讲，阮连待都要待咧台湾，有厝嘛，待袂掉啊。因遐足侪来本来嘛是较散食诶，都是因无家己诶土地，是讲来到台湾就用做四甲土地地主呢。是。所以因才会来到台湾，毋过转去到日本了。啥物拢无，是，所以这样比较之下啦，吼，当然因过20-30年开始稳定啊，毋过因较想到吼，伫台湾在美好的岁月。是啊，透过老师你的研究啊，甲通批啦，甲联络啊，吼，咱去还原着这段历史，啊嘛，互咱去了解着讲，其实对这个土地的了解甲认同，甚至吼，咱更加热爱伊，咱来互这个土地吼更加的富庶，咱才会当去感受着讲，其实咱住伫这个土地吼，无去辜负着伊对咱的期待，甲伊对咱的温顺啦。私の故郷だろうここは